既然境界的事，伫当时照看，毋是欢喜，是忧闷。若是后来就伫遐个对境界来练达的人结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的果子。所以骹酸手软的，恁着互伊勇行，为着恁的骹避绊直直的路，免得歹骹的人歪掣，反转互伊得到伊好。兄弟姊妹，请起立，咱来吟圣诗，圣诗第209首，我捌吞忍听候上帝。我捌吞忍听候上帝。这是请咱永远徛咧，三角用主的教主祷文来祈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人亲像伫天人。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去试，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刷接，请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咱三角来启用，掀开伫圣诗后壁第4篇，启用文第4篇，就是诗篇的第5篇。我来读。上主啊，求你听我讲，我的王，我的上帝啊。上主啊，早起时求你听我的声，因为你毋是喜爱罪恶的上帝。
骄傲的人袂当徛徛伫你面前。讲白贼的，你要灭因。毋过因为你丰盛的慈爱，我通入你的殿。请咱三工后头来祈祷。主，你是古早的主，现今的主，也是将来的主。你创造一个流年流密的土地，互阮通安然徛起，也赏赐阮一个美丽的礼拜堂，来组织做伙学乐敬拜你。虽然最近外面的日头炎热，总是阮无因为肉体的软弱来食做阮分担的借口，由愿欢喜来到圣殿认捌你、亲近你。自当阮伫顺境的时，阮就常常会将主你的教示放伫后面，任性趁家己的心来行，直到跋倒失措，才反倒转来求叫主你的原谅甲拯救。听阮的主啊，你有缘袂去杀阮，赐下灵敏的恩典来保守阮，无陷落伫撒旦的圈套，无互骄傲自专来管辖着阮的心思意念。因为阮知，阮的快乐无在伫身份、地位、财物，还是金钱。阮的帮赞是对创造天地耶和华来的。阮只有时时谦卑警醒，接受对圣灵来的管教，安尼，阮的所行所做才会通归荣光伫你。南门教会伫即个中正地区70个年头，阮感谢上帝你的看顾甲保守。伫70年的庆典活动中，阮看见大大小小各团契的奋兴，无论是主日学青少年、基教、麻教，还是夫妇妇女双联敬拜团以及圣歌队，阮拢愿意奉献出家己的时间、家己的快乐，就是要为着归荣光伫主。也恳求你保守南门第2个、第3个70年。阮要为着主的福音，尽力向前跑走，哪行哪用，继续伫即个所在来做光做盐，因带搁较侪的人来成做上帝国的子民。阮伫9月底有要举行耶和华礼拜，求你教阮时时伫地出入拢有平安。愿恁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恳求你听阮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恳求的声。这是咱要请圣歌队来赞美。
咱真感谢圣国队的学老。这时，请咱掀开圣经，圣经士师记第16章15节到22节。士师记16章对15节到22节，我来读。大利拉甲伊讲：“你的心无连伫我，怎样讲你听我？你已经骗我3摆，无甲我讲你的气力伫倒落。”大利拉日日用话催伊逼伊，直到伊的心郁闷到要死，就将伊的心底所藏的拢报互伊，甲伊讲：“永毋捌有剃头刀到我的头壳。因为我对母胎就归上帝做那细二人，甲我剃起来，我的气力就离开我就软弱，亲像别人。18节，大利拉看见伊将心底所藏的拢甲伊讲，就找人叫非利士人的首领，甲因讲：“请恁即摆搁上来，因为伊已经将心底所藏的拢甲我讲。”非利士人的首领上去非利人遐，迄个银带伫手里，伊就互参孙困伫伊的骹头屋，叫一人来替伊切骨的头毛。对安尼困苦伊，伊的气力就离开伊。伊讲：“参孙啊，非利士人来要掠你。”参孙困就醒，心内讲：“我要亲像前几啊摆，家己滚开。”总是伊毋知耶和华已经离开伊。非利士人掠伊，压伊的目睭，带伊到迦萨，用铜链绑伊，伊就伫家里活无。若是伊的头毛受剃了后，搁渐渐长起来。以上，咱将下面的时间交予张牧师。今仔的题目是失力。现在请咱做同心来祈祷。至圣的爸，阮感谢你，因为阮今仔日会通伫炎热天气中间，来到这个良爽上帝名所设立的教会，伫圣殿内来敬拜你，就亲像圣歌队所言的，阮的心喙焦，心无爱得到巴足，阮要来到青翠的草坡，安静的水边。亲像鹿切切欣无溪水，来欣无上帝你真理的教示，来欣无甲你三交陪，来敬拜你，甲你做伙伫即个所在来享受即段甜蜜敬拜的时间。愿上帝你帮助阮伫即段的时间内底，要对参孙的故事来看见阮需要甲上帝你相结连即个重要的真理。愿你的神、真理的灵运行，帮助阮所传达的、所领受的，会通对阮的生活、对阮的行动、对阮的待人接物，会通实践上帝你的真理，伫阮的人生的中间。我来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你累了吗？因为我敢若拍即个伫网站就找到遮个图啦吼，迄只猫是馆顶写讲考完英文之后，迄猫嘛困甲安尼吼，迄婴真远啦吼，迄个婴就困伫迄因后壁迄双围吼，敢袂啥有味，囡仔会通安尼困嘛足够吼，伫迄个大人，我想对现代人来讲。你人甲问讲你累了吗？可能真7成8成，一定会讲嘿啊，我感觉真忝吼，毋知是安怎来安尼。有时我咧想讲，以前的人爱洗衫，爱去沟仔边，爱做遐侪代志，即摆有遐尼侪，这电器制品替咱担当遮侪代志，总是咱也无较轻松的感觉。你累了吗？我感觉即个也是一个真出名的广告词啦吼。你累了吗？所以你需要来一瓶蛮牛。你捌啉过蛮牛无？毋知咧，毋知有影食落甲会较有气啦无吼？
啊，我嘛真爱即句话啦吼，为着明仔载开力来一杯保利达啊！大家拢感觉讲啊，我力气用尽了吼，啊，所以无气力通好面对头前的道路。大家确实伫即个现代拢感觉非常的忝。我感觉忝可能啦吼，有诶是感觉做啥代志感觉无啥物意思，无啥爱去叮当啊，感觉无气力啊，感觉。我即摆咧做到底有意义无？啊，哪做哪无来去？所以当然感觉忝，可能有三个因素，一个是身体因素，咱身体有问题啊，啊是你真正过头落落，你暗时困无好啊，所以感觉啊非常的忝。年纪较大了，一工会失眠，你可能爱3工补拢袂转来。有时心理的因素啊，感觉迄个意义无去，也是感觉有足侪安尼，像头先啊圣歌伫所言的。我的心伫我的内面郁卒啊，提不起劲，毋知要什么原因，是毋是有灵的因素啊？咱一世人啊，伫即个所在敬拜上帝啊，感觉最近要做礼拜，感觉真无意爱啊，真忝，无爱来敬拜上帝。我想即个可能资深的基督徒嘛有即种的感觉信心疲乏的时阵。我会记得偌久以前，特别用马力机的时代，伫因所处的环境内底，因感觉讲敬拜上帝，甲上帝有关系，无啥物意义啊。社会我看袂到公义，上帝你会听伫啥物所在啊？我拄着遮个代志，啊，阮都已经照你的规定，啊，有做礼拜，有做啥物，尽力来做啊。总是我看见邪恶的人、做歹的人。行通啊！我照原则、照公义啊，无得到应该有，我感觉我应该得到报赏。我何必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啊？这有什么意义？我想毋是干那马拉基的时代啦，咱伫这个时代差不多，若较资深的基督徒，你检查有一段时间伫属灵的低潮，你会感觉无力气啊，麻痹去啊，已经。不得已啦，就一个习惯，啊，就牧师咧叫，啊，就来做侍奉，做甲非常的忝。虽然咱即马咧做灵修默想、出埃及记，到后日咱就结束啊。总是虽然毋免用足侪时间，可能一工你10分钟啊，看这祈祷，看这经文，总是你提不起劲来啊，感觉好像我无需要。伫上帝话决定来得到滋养，所以有人讲基督徒做甲真忝吼，当得很累啊！这种的无力感，这种的感觉无意义啊，感觉上帝已经面无看我的时，是一个真大的危机。所以咱知影伫圣经内底，约拿甲即个以利亚拢捌伫即个无力感的侵蚀的面求上帝讲：你出我的性命啦！我活咧无意义，我感觉无啥物意思，哪会当？咱看见最近啊，这个歌星检测嘛是无力感、忧郁症啊，伫迄个所在感觉伊咧做无意义，所以来结束家己的生命，这个是一个真大的问题。无力，今仔日失去迄个气力，你捌看见这个图非常惊悚的100度吼，这个相片，几年前也无啥记，我无记啊。即个为上山机场起飞即台飞机啊，即条敢若是建国南北路的款啊，起飞偌久啊，就失去动力啊，就失去去，所以失去气力啊，就你的人生感觉无啥物利益啊，你会失速啊，你会失速，你的人生就一团的乱，一团的糟。所以今仔咱要对参孙啊来。反省咱家己今仔日，我的气力为倒位来啊！也顺续来介绍士师记。士师记英语叫 Judges， 这个名词会互咱感觉敢若是一个审判吼啊，法官审判。中文嘛是为这个古典吼祖理啊，伫周朝的时阵有一个官就叫士师，这个士师是咧做审判。就像咱今仔日司法单位啊，司法啊，遮咧
执掌国家司法的人，所以事实也是讲英语的即个 judge 的时阵，会互咱感觉敢若是做审判官。所以事实上，你若看事实记你看事实记2章16节事实伫事实记内底，伊大部分的责任毋是咧做审判，毋是咧对百姓审判伊的案件，大部分是耶和华伫迄个需要的时阵就兴起所谓的士师来带领，也是帮助百姓脱离当时来抢夺因的人的手。所以，较毋是审判官，较属伫民族英雄，伫迄个即个以色列民族12支派伫即个迦南地拄着困难的时，互外邦欺负的时阵，上帝的神就感动，不管是基甸还是这参孙等等，就忽然间有一个人伊会通伫迄个所在来对抗这外族的即个欺负。所以咱士师的年代，就是为咱知影，因过约旦河入去伫迦南，然后约书亚甲12个支派，甲因分派伫即个迦南地以法莲即个犹大啦，恁即个支派带遮，即个支派带遐，都是因迄阵也无国家的组织，因为第一个王是扫罗王，迄是到主前1000年。所以当因开始安顿伫迦南地时，逐个12个支派分散伫迦南全地的时阵，当时也阁有真侪外族，所以为约书亚开始到撒母耳出来，撒母耳第一个抹油予扫罗王，迄是主前1000年。所以咱讲即个士师记年代是主前14世纪甲第10世纪，差不多300几年的中间，以色列住伫迦南所拄着的代志，有12个士师。你若看即段士师记内底，包括参孙，包括基甸、耶和他等等遮个，有12个民族英雄，伫迄个时代来帮助因扬眉吐气啦吼，是因的民族英雄。参孙的时代，主要的威胁来自非利士人吼，即个是另外一个民族。非利士大概咱台北的时阵，即个非利士人嘛，还阁伫迄个所在。台北的，咱来看，因大部分拢住伫即个加萨，加萨伫即蓝色的是地中海，另外右边的蓝色是死海，死海甲地中海中间即段伫犹大支派所住。较下面即个加萨族人，今仔日定看新闻，就是定即个以色列甲巴勒斯坦人伫加萨遐有真侪争执，敢若甲以前共款因为巴勒斯坦的人住伫即个加萨的人真侪是加萨族人因住伫沿海有人讲即非利士人伊大概是为爱琴海为地中海，所以来伫以色列人入去伫迦南以后诚做往南扩展的一个上大的对敌。搁落去要解释名词，就是拿细里林啦吼。我练几届吼，愈读愈亲像讲拿细里拿细里，所以我用这种全用华语来讲啦吼，拿细尔人啦吼，安尼较袂你听起来讲拿细里。什么叫做拿细尔人？拿细尔人出现伫民数记6章第1节甲第3节。当时耶和华吩咐摩西讲：“你着吩咐以色列人，甲因讲，无论男女，伊若下特别的愿，就是叫拿细尔人的愿，就将家己分别归乎耶和华。”所以你若搁读到下面民数记读落去，要做拿细尔人。有几项爱遵守的规律，第一个就是袂当啉酒，包括发酵吼，食酒做的醋啦啥，这拢袂当食，袂当啉酒。伫你做拿细尔人的中间，你袂当来啉酒。第二，头毛袂当剃头毛第三就是袂当挖掘这个尸体，甚至是亲人的尸体这个是规定所以咱会通知影的就是。拿细尔人
是分别做成，我要归服耶和华。所以毋是干那查甫的，女的嘛会使，女的嘛会使，男女即个你下愿所以即个愿有一个期限啊。你有时间下愿，我过3个月，我要做拿西尔人。我这3个月，我要专来归服来侍奉上帝。有的是半年，有的1年，嘛有的人一世人，我拢要做拿西尔人。所以有时间的分别，专心出来侍奉上帝。我的生活要甲其他人无同，我无剃头毛，我无啉酒我的生活，因为我知影我是拿西尔人，是代表归伫上帝，生活爱甲其他人无相像。所以我要讲这就是，你若知影，还佫有一个祭司，祭司伫以色列的民族内底有资格限定，一定爱利未支派，一定爱利未人，然后是亚伦的后裔才会通担任。若是拿西尔人，是照你家己的心愿，不管你属伫倒一个支派，不管你是男你是女，你要下愿讲3个月、1年，还是半年，你要做拿西尔人，你就遵守这个规律来做。所以撒母耳伊嘛是一个拿西尔人，伊是以法莲支派，伊毋是利未人，所以伊是做先知，伊毋是做祭司，伊是拿西尔。这个撒母耳伊做拿西尔人是较特别，毋是伊家己下愿，是因老母汉娜家己下愿的。汉娜未生，所以伊去圣殿底下来求上帝，讲万军的耶和华，你若随落看过你的女婢，真艰难少年我无记得我是你的女婢，你若想使我生一个查甫囝，我替伊献予上帝，我要互伊归伫耶和华到一世人。所以撒母耳是一世人做拿西尔人，剃头刀无到伊的头壳，所以这是撒母耳。参孙伊嘛毋是利未派，伊是但支派的参孙伊诚做拿西尔人嘛是较特别，是上帝指定的。咱若看士师记13章会通这个参孙的父母，上帝的天使甲伊讲，你要怀孕生一个囝，你毋通互剃头刀挖伊的头壳这个囡仔就为胎年，这个时阵开始，伊要归上帝做拿西尔人，因为我要使用伊救以色列头一站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我头咧参孙一世人可能活20几年尔，伊做士师20年啦这个是变做头先讲汉娜是老母替下愿，所以参孙是上帝指定的。我予伊特别的能力，指定伊一世人做拿西尔人来侍奉来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总是咱当然有机会看士师记是趣味很短的短篇小说，为士师记13章甲16章当时上大的威胁是非利士人，总是伊甲非利士人纠葛不清啦有足侪恩怨情仇。你若读了，特别这个参孙上大的失败是伫男女的关系观顶伊伫女色的观顶一再受欺骗，然后咱看伊后来是真悲惨来结束伊的性命。所以咱来看大概我小可的经历，参孙第一段的婚姻就已经出问题参孙上去甲因老爸老母讲，我伫亭拿这个所在拄到一个查某囡仔伊是咱的对敌，是非利士人的查某囝愿忍甲我带伊来做某伊的老爸伊的老母甲伊讲你的兄弟，咱的族的中间敢无你意爱的查某囡仔为什么你去伫这个无受割的甲上帝毋捌上帝的这个非利士人的中间来带某？你阁想看觅？总是参孙甲伊的老爸讲，愿你甲我带伊啦，因为伊是我所合意的伊爱即个非利士人的查某囡仔咱会通看见伊迄种外面真有气力，总是家己控制家己的能力真无够力。伊无偌久就亚线伫即个第一段的婚姻内底，我毋知啦我读起来伊第一段婚姻你看伊挡偌久
我咧想，若圣经无写毋对吼，一礼拜。哦，这因当时因咧庆祝婚姻吼，有7天的宴席啦。啊，这参孙伫迄个宴席的中间，因为伊带非利士人，所以非利士人真多。啊，伊伫个所在啉酒，伊袂当啉酒啦吼。伫欢喜的中间，就甲出一个卖菜，互遮个宾客去参，去约。啊，然后甲伊讲，咱打赌30领衫，当时衫可能也是算一个真大的资产。30领衫，我若输，我赔恁30领衫。啊，这个故事其实伫头前遐啦吼，这较简单来讲，就是伊要去提亲的中间，甲伊爸母去停来的路中，拄着一只狮。啊，这个大力士这参孙，甲迄只狮拍死。伊啊，敢若甲武松打虎共款，甲迄只狮拍死，全甲尸体留伫遐。后来伊搁倒转来顺，迄只狮，迄个尸体内底，竟然芳做收伫迄个狮，迄只狮的尸体内底。做寿阁有蜜通好食，所以伫迄个所在挖一个蜜，啊，伫遐来食。啊，伊伫即个伊的婚姻的宴席的中间，就讲我做一个卖菜，互恁用，吃则从吃中间出啦吼。这讲来，我对食人的物件的中间得到食的物件，啊，我对迄个足强的中间担着甜的蜜，大概是即个意思。恁要迄是啥物物件？这哪有人要会着啦？伊拍死只狮，伫狮的中间摕蜜来食，无人要会着。啊，伊讲互恁要一礼拜中间，所以这非利士人要袂着，爱了30领衫，因就去甲伊的太太甲讲，甲伊的某讲，你甲讨看卖，迄谜底到底是啥物？参孙的某啼哭伫参孙的面前哦，啊，你袂影听我啦，你怨恨我啦。你出这卖菜啊！恁太太都毋知迄个谜底到底是啥物款，也袂甲我讲。啊，参孙就泄露他的谜底，啊，互伊的某就去遮非利士人，甲遐个非利士人讲。当然伊就向摇着讲啊，你都抬死只狮顶遮，咱有机会去看即个短篇的小说。啊，伊打赌就输伊就去拍去杀人啦吼，去杀30个非利士人，抢因的衫来陪人甲人打赌输的，才会迄落。我伊家己嘛受气啊，哪会去互摇着？所以圣经14章20节讲，参孙就大受气，啊去互摇着，这谜底啊打赌输了，就上去老爸家，就离开伊新婚的某。参孙的某就嫁互伊的陪伴，就是参孙的好朋友，做伊伴人的因某。一礼拜了后，就变做因伴人的某。啊，这个就是你看这参孙伊对这种的关系啊，真紧就改变。然后咱看伊的生活，就是伊到家上啊，看见一个妓女就亲近伊。后来参孙伫苏烈山恋爱，佮伊爱着一个叫大利拉的查某人。无讲这个到底是非利士人还是犹太人，好像咱无看见。应该也是非利士人吼，大利拉啊！伫个中间还有一寡故事啦啊，因为伊太有气力咧，伊的这大力士啊，非利士人太袂赢伊。不过伊知影，伊的罩门就是伫情伫色，伫男女的关系，所以因着想无办法除掉参孙，就来甲伊即个伊所爱即个查某人，即个大利拉甲讲。你替阮甲伊问讲，伊哪有遐有气力啊？看伊嘛是普通人尔。啊，到底气力的来源是伫什么所在？啊，阮就互你真侪这利益。啊，一开始即个参孙甲伊骗吼，甲伊的即个大利拉甲伊骗讲，我的气力，你若用新夹起来锁啊，甲我都无力通好困开，用3摆甲伊骗。啊，非利士人3摆来掠，伊拢有法度通滚开。到第4摆，啊，今仔日即个圣经也真趣味。16章15节，大利拉甲伊讲：啊，你无真正听我，你的心无连伫我啦。你来讲你听我，你3摆骗我呢？3摆骗我，无甲我讲你气力为倒位来。啊，所以逐工用话催伊逼伊，哦，抵到伊的心。郁闷到要死，
拜托太太，即句我若小可记起来一下。有时若定定逼伊出去掠味吼，查甫人的心原来会郁闷到用要死安尼，来做出什么款的代志？参孙是因为安尼就泄露他的秘密。三届总是第4摆成功吼。伊甲讲我气力就在伫我的头毛。咱通看见这个故事，就是伊的气力会通赢过迄个幼师吼，也真明师，总是伊的罩门伫迄个亲像甜言蜜语即个正式的中间。我想最近咱看见差不多 Me Too 即个性骚扰的案件，台湾各行各业，包括教会界，真侪参孙跋倒。真侪人伫迄个所在栽跟大，本来真有势力，也真有关系，总是在不管为政治、为演艺界、为艺术界、为各方面，拢伫即个正式的中间来摆去。咱人观众来则讲，3摆伊涉老互大力拉去甲人讲，非利士人来掠。你已经骗3届，你敢无一个警觉的心？是因为爱情冲昏头脑伊都口讲你都无影听我，无甲你的秘密甲我讲这无证明你听我等等，是伤过头自信，想讲伊所爱即个查某人，伊是一个会通信任的人，是毋是为着安尼？所以泄露于力量的来源。拿西尔人头发无剃，其实即个也是一个记号。亲像犹太人割礼，就是伊甲上帝关系的记号。伫即个拿西尔人，伊无剃头，是表示伊甲上帝的结连，伊是属于上帝。我有下即个愿，伫我拢无剃头的中间，我敢知影讲我的身份伫即段时间是一定爱分别罪行。我是归属上帝，总是伊甲即个剃掉，就是等于斩断伊甲上帝的结连。咱看伊的失败，有几项代志伊袂记你家己，是上帝分别伊罪行，伫舞台内底就分别罪行，总是会生活甲一般人无分别啦，甚至甲对敌做伙伫遐高高低，伊无目标，虽然有特殊的能力，伊无利用即个能力来帮助伊的遮百姓伫遐来，互因有一个更好的环境。伊即个能力满足家己的需要，毋知咧创啥物代志，伊也毋捌咧追求上帝旨意。你看伊一出世就生有蛮力，总是毋捌伫上帝的能力的下面献上感谢是恳求。伫婚姻的观点，伊完全也无接受因爸母其他人的意见，过头的自信。像咱头先所读的第4摆的时阵，当巴利拉甲讲，非利士人来掠你，我没有问题啦，我要亲像以前凊彩滚开，才甲我拔掉咧，我拢有法度通甲伊滚开。过于自信过于轻敌。第5项就是伊是一个外强中干的，外面是真有气力，但是对家己这欲望的控制能力非常会低，自我控制的能力也是脾气，伊的脾气。伊一生气身份会无嘛淡的等等遮，咱看见伊是一个外表是真有气力，后来是完全无迄落骄傲，伊有特殊的能力。随时上帝特别赏赐伊即个才调，因为伊即个才调是要满足我家己的需要，我是得天独厚。有时咱是毋是有缘有即种属于参孙的骄傲？我有即种的能力。总是离开上帝，伊将即个温顺即个能力收回去。伊讲，非利士人要来掠你伊困醒感觉无啥物问题啦。我要亲像几摆，我家己小出一个来，就会人滚开。总是伊毋知耶和华已经离开伊。我感觉即个可能是圣经内底，也是参孙一世人中间一个上悲哀的所在，毋知影伊已经失去气力，伊离开上帝，伊斩断甲上帝关系了后，伊毋知影耶和华已经离开伊。
但是姊妹，咱敢知影咱甲上帝结连是毋是已经暂断？咱是毋是毋知影耶和华已经离开咱？咱看伊后来故事，大家拢小可了解。非利士人甲伊掠起来，甲伊乌伊的目睭，带伊到加萨去，用铜链甲伊捆掉咧，互伊伫遐做劳力的工作。非利士人无想到，就是讲伊的头毛渐渐咧生倒转来。所以到有一天，因咧举办 festival 咧宴乐的时阵，讲参孙诚做咱的阶下囚，这个是咱的对敌咱赢过咱的对敌，即以色列人的一个，咱甲掠出来，甲伊人叫做人铁头啦吼，咱来人参孙人铁头，看伊外敖，以前外敖，因就叫参孙出家，甲伊。人铁头伫迄个庙内底，甲伊绑伫两个主要的条的悬顶。我想咱看见离开上帝，无开来了后，诚做对敌戏弄的小丑。那你姊妹，如果基督徒若离开上帝，如果咱家己靠咱家己的能力，也感觉上帝也搁伫我的心上，是毋是这个社会也要看笑话？是前一阵仔。咱会通看见，伫美国，这福音报道家，因的影响力非常的大。因真有气力，真有讲道，总是甲参孙观看摆伫即个正式的观点。天主教会前一阵仔神父的这案件，互社会伫遐咧笑，恁才会分别做成神职人员，是变做。互人看笑话尔。也最后一集，我想咱就知影以后来伫遐求上帝讲最后一届，虽然目睭无看见，伊的头毛迄个气力搁倒转来了后，伊赐我即届气力，互我会通报仇，所以甲这对敌同归于尽吼。伊做士师20年，所以大概伊死的时阵，大概嘛是才20通岁尔。我想咱看今仔世界，即个故事，若非利士人预表讲是即个世界的管辖的君王，上帝赏赐咱有亲像参孙的能力，互咱有基督住伫我的内面，有上帝真理来引带我是分别罪成的拿细耳人。因为你甲上帝有结连，主要说基督伫咱的心内，以马内利的上帝伫咱的心内做咱的能力。所以，咱应该有迄个能力，通抵抗即个世界的邪恶的势力，也是有限的势力。但是啦，亲像迄个引诱亚当夏娃的即个魔鬼迄只蛇共款，有时是财，有时是色，有时是其他的物件。撒旦无所不用其极，像大利拉，要互咱失去气力，斩断咱气力的来源，就是你甲上帝结连的迄个关系。这段圣经以弗所第2章第1节到第5节，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伊家己的一个告别。讲是我以前亲像参孙一样，我行伫世间的中间，趁这个世间的风俗，趁我肉体需要，我想要安尼做就安尼做。我会骄傲，我伫遐即度我做一寡趁肉体甲心内意思，率性而为。我是生者最通受气的，亲像别人一样。总是我今仔知影，上帝怜悯真丰盛，为着伊疼咱的大疼痛。虽然我为着我的罪过爱死，总是伊已经用耶稣基督来替我付罪代价，就互我甲主耶稣基督同活。所以对保罗来讲，今仔咧活是耶稣基督伫我的内面咧活，是我能力的来源。所以哥林多前书1章30节嘛是。伫保罗家己即种的经验，伊定定甲即个教会兄弟姊妹讲，若是恁对上帝得到会通有基督耶稣的能力，点伫咱的心内，伊对上帝替咱，诚做咱的智慧，诚做咱互咱真诚真义赎回。所以今日夸口毋是夸口讲我有即个才能，我有即个才调，伫音乐、伫数学、伫做生意、伫各方面，夸口的人就伫主来夸口。参孙会死，亲像基督替咱的罪来死伫十字架顶一样，来消灭
迄个非利士人。所以今仔日咱对于即个故事，今仔日咱也属伫一个属灵的战争的中间，非利士人管辖即个世界的罪恶，时常用各种方法，不管是财、是利、是色，等等遮的方面。所以毋茫咱毋是干那靠咱家己的气力讲啊，我都无问题，我以前拢一定胜利，我的才调一定我都能克服这。咱必须要甲基督耶稣更较密切的结连。这也是主耶稣一直咧提醒，恁着踮伫我，我就要踮伫你，气力就无离开咱。伊讲，因为恁若甲我3年，恁就袂当做啥物，亲像参孙一样。咱就用即个来做咱今日的金句，因为咱主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所以咱会通得胜，感谢上帝。咱做伙来读，感谢上帝，常常伫基督得胜来做头带阮，也永远伫逐所在显明迄个对捌基督才有的气味。哥林多后书2章14节，参孙所显出来气味是迄种欲望、消的气味，但伫主耶稣基督内底。咱显明迄个香味，互咱伫逐所在会通得胜。所以来祈祷，天父上帝，阮今仔日伫人生的中间，亲像参孙会拄着真侪代志。啊，阮伫迄个中间，有时阮干若只有靠阮家己的能力、智慧判断，总是随上阮知影，阮需要基督伫阮的内底做阮气力的泉源，真理来矫正阮，因为阮是拿细耳人。阮是受上帝分别做成的人，恳求你帮助阮，互阮甲你结连的线无断掉，亲像基连的葡萄树，阮就会结果子多多，互上帝名得到荣光，也会带来基督的香味，伫阮所到的所在来互人知影，阮气力毋是阮熬，是主耶稣基督伫阮内底的活，基督靠耶稣的名。阿们。多谢张牧师的勉励，后愿咱的心拢一直结连伫上帝。咱三甲来吟圣诗，回应的圣诗350首，求主施大恩，请起立。
请坐，这是咱来奉献，请郑雅甲小文两位技师来奉。请起立来敬奉献的诗。请坐。下面我来报告。教会消息，欢迎大家来参加礼拜。今仔日是总会所定文字传道奉献的主日，请大家做伙来关心奉献文字宣教的事工。第二，今仔日第二场礼拜后，上联团契要召开7月份的例会伫地下室。请咱的兄姐，今仔日邀请到吴中一长老来分享，伊的题目是要安怎买安全佮安心的农产品，请上联团契兄弟姊妹踊跃来参加。第三，7月30要召开第3季的圣礼典佮圣餐，若有兄姐志愿要洗礼、健身礼、幼儿专职的，请服务师来知影。第四。7月30第2场礼拜中，咱要举行各团契送旧迎新的升级礼，请咱各年级的毕业生来准备参加。礼拜后也要召开小会，请咱小会员来准备参加。第5，请各团契伫后礼拜前，甲顶半年的校铺来交到办公室来检查。团契消息。主日2计划伫8月11到13，要到玉山新潭医举办亲子的夏令营，欢迎主日2的家长带咱的细囝来踊跃报名参加。详细情形会使请问赖玲玲的校长。第2，青少年团契伫8月18到20，要联合举办生活营，请青少年团契嘛来踊跃参加。教界消息。圣经公会地正任牧师伫本周7月22上午10点，要伫济南教会举行退休的感恩礼拜。以上大道事工甲奉献，这时间留互牧师报告。咱顶礼拜有真大的活动吼，一个是夏令营吼，然后还佫一个是咱顶礼拜拜六的音乐会，有一寡人可能暗时较无出来，所以咱有整理淡薄的即个。这个影片吼，请咱短时间先来看夏令营因伫遐所做水的事工吼，多谢这朱露西老师的辛苦。我
水面的信心，刚强壮得以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我的祷告，无论说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什么？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在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得以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起身，高举你的名，我们高举你的名，我们高举荣耀的君王，尊贵荣耀颂赞的你，我们高举耶稣的名。你是世界的拯救，你是得胜的君王，你是明亮的晨星，你的国度没有穷尽。大家一起来！你是世界的拯救，你是得胜的君王。高一点！你是明亮的晨星，你的国度没有穷尽。我们高举你的名，我们高举荣耀的君王，尊贵荣耀颂赞的你，我们高举耶稣的名。Come on， 一起来！我们高举你的名，高举你的名，我们高举荣耀的君王，颂赞的你，我们高举耶稣的名，我们高举耶稣的名。One more time， 我们高举耶稣的名。咱真多谢这主我路小就来个巡师演吧。咱来看第二段是音乐会哈。我觉得就来个巡演吧，我们来做长老教会的全台湾的巡演。对，这是我一直希望可以做的事情。我一直都认为长老教会在对于敬拜赞美的这件事情上，其实一直都没有非常的接受也好，都没有非常的习惯也好，就对于敬拜赞美这个概念，其实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不熟悉。音乐会的目的其实就是想要让大家都感受这个敬拜赞美是什么。我很希望未来的敬拜团是它有我们教会自己的特色，我们也把就是老一辈的人会唱的圣诗，我们改成就是年轻人的样子，但是同时它也不失去那个原汁原味的感觉，然后让大家在敬拜在唱的歌的时候都可以很投入、很熟悉，这是我接下来想要做的事情。因为我自己本身学音乐的嘛，那就觉得自己所学可以在教会上服侍，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成就。那但是渐渐的自己信仰对自己生活上就是更确定的时候，
我自己有那种感动，就是音乐与信仰的结合，而且音乐和信仰就是等于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个宝贝的信仰。其实我单单就只有一个想法，就是音乐的服事就是信仰的传承，那就是神所应许的，他必亲自成就。信仰的传承是何等的宝贵，也何等的重要。很高兴，能够看到，青少年团队的服事，可以在服事的路上，大家都能够享受在其中。其实，服事的美好可以是很持续的，而且是很幸福的。我第一次接到匡瑞的电话的时候，我那时候人在迪化街，然后他说：“倪英姐，你们那个夏令营哦，可不可以跟那个我们的音乐分享会结合？”我说：“哇，这太棒的点子！”我说：“好酷！”我刚说：“好酷！”那就很开心，说我们教会有一群年轻人愿意在这个时刻，然后我们可以结合教会所有的力量。那我觉得上帝的安排就是真的是嘟嘟好而已，他超过我们想，你真的不用担心，你只要走出去，你只要愿意。那我想到一句金句，彼得前书第4章第10节，是我的心情。我们个人要用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每一次的呈现出来的音乐，不是只有音乐而已，而是看到我们彼此的默契跟彼此爱的互动在当中，让我觉得很感动。在每一次的礼拜的过程当中，都能够邀请所有的会友都能够跟我们一起参与在整场的聚会当中。无论你们的眼神，或是你们的参与在唱歌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给我们很大的激励跟鼓励，这样子。我今天会站在这个边，都是因为上帝给我这个机会，给我的能力，就是以前从来都没有想过我自己可以成为一个乐手。有一次在服侍早场礼拜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进入到比较安静的那种音乐的时候，那时候我自己觉得我没有弹得很好听啊，就是也没有觉得很感动，但是台下就是有人流泪了，这件事情是好像蛮有意义的。自从我参与到敬拜团当中，我会去知道要怎么样带领会众更好的来敬拜这件事情。其实有时候我自己在敬拜的过程中，我也会很投入，在这个过程我觉得蛮开心，那其实也是蛮满足的，就是可以跟会众一起来敬拜神，而不是从我以前就是当做一个会友，然后来看他们表演的这种心态。我相信神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那个应许以及恩赐，所以你进来敬拜团之后，你就可以知道你适合做什么，那你可以在哪一个位置发光发热，然后做得很开心。所以鼓励那些想要加入敬拜团的人呢，你只要跟我们说一下就可以了。音乐对于不管是在信仰层面或是在个人层面，音乐都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准讲你唱歌都歹听啊，真正拢啥物乐器拢袂晓，袂晓弹琴，袂晓弹吉他，袂晓拍鼓啊，其实嘛无要紧，只要有一颗想要为上帝唱歌、想要为上帝弹琴的一个心就够了。这样，跟以前很不一样，因为人很多，所以要互相协调跟配搭上，就要花比较多的时间。那我觉得大家都很愿意来到教会，然后一起来努力。那虽然就是过程真的蛮辛苦的，但是我觉得因为大家知道自己是在为上帝做工，我觉得在当中的辛苦跟努力会让大家更多的成长。大家也在当中会感受到越服侍会越甘甜。如果你有一颗愿意服侍的心，然后又很喜欢音乐的话，就是欢迎你加入敬拜团。我觉得在当中可以经历到很多不一样的感觉，这样。
我身为音控，其实它是一个很幕后的一个角色，那就是想办法让大家的表现能够有最好的一面可以呈现。如果今天你对歌唱没有那么有信心，没有那么多有热忱，然后对乐器其实也还没有那么的喜欢，但是其实你还是想要参与敬拜的活动的话，我觉得当这个 PA 控，就是音控跟直播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我觉得音乐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受隔阂限制的语言。那么，我觉得透过音乐来赞美上帝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天赋，然后这些天赋都是上帝赐给我们。那能够用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天赋来敬拜赞美他，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70年来，这个教会一直在传扬神的荣光，这个传承还会继续下去。不管你喜欢的音乐形态是怎么样，只要你有一颗想要传扬神的荣光，来赞美神，来感谢神，你都可以找到适合你的音乐形态，来在这个情况之下，继续来传扬神的荣耀，把这样的一个恩典福音分享给大家，是一个很难得的年龄跨越老中青，音乐跨越各种不同性质的。那希望大家在这个音乐会里面感受到，也找到你所喜欢的方式，我们一起来传唱荣光。咱是不是把这个少年拍一下谱啊嘞？很专业哈，很专业哦。那最后有讲，我们就争人也要争才了哈。我们需要有音控的人，需要有来唱歌，你能很多事情你可以做不管年龄了哈。其实哈，幕后工作很多人要需要当然嘛需要奉献哈，需要咱大家为了这样代志来奉献。你咱70周年，还有他们能够这么样的专业，其实因为我们花了一些成本，请专人来训练他们，不管是在 keyboard， 是在音控，在各方面，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经费来让这个事工继续推展下去。我来一直讲华语艺术的是讲，如果你若为着要敬拜团还是70周年奉献，请你直接伫馆顶写为了敬拜团敬拜团。这一个钱就会让他们继续造就来做更好的事工。好，多谢咱大家，多谢。咱三甲来吟上咏387首，咏光归圣父上帝。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特别上帝无限无条件的听他，圣神的相通安慰医治祝福因带，甲咱正大家三一个对这事交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请坐，明道必回。